大家好，歡迎收聽夜無限賽馬心水節目啦。今日3月8號，跑沙田日賽嘅百草三泥，咁用師跑道嘅。咁未講心水之前呢，近日就睇一段新聞就好感觸嘅，好感觸咯。咁係關於一個人醫叫做黃永賢醫生。阿 Kara 就51歲，好後生咁走咗啦，與世長辭啦。咁又遺下呢個大愛咯。佢除咗醫術精湛之餘咧，咁醫咗好多無數嘅病人啦。咁又醫埋，除咗醫術就醫埋人哋個心啦。咁正所謂而家世界各地都好醫類醫生都好罕有，好似天使咁撫慰個病人嘅心靈咁啊！即係等於我覺得係呢個係 well at service 咯。即係除咗基本 service 睇病治療嗰個病人就咁個 well at service 咧就係治療埋人哋個心咯。係啊，咁十分難得，同埋睇翻好多佢嘅報道就係原來我都諗翻起以前都有同佢一面之緣嘅，都喺圖書館見過佢咯。咁希望佢咁大愛嘅人咧，就唔好顧住自己啦。咁而家一路好走，咁又唔好顧住其他人咁啊！唔好為晒其他人啦，咁一路好走啦。咁喺天國咁自己為翻自己咁做翻，為翻自己開開心心啦。咁又講完呢單新聞啦，咁又言歸正傳。講翻我心水個場次，咁頭場就第一場啦，跑呢個1000米啦。咁本身中意12號天下寵兒嘅呢隻馬，大家都知係阿周小姐啦。咁周小姐就將隻馬轉咗去從呂建威就轉咗去廖康明馬房，咁樣轉倉馬概念咯。咁應該就操到 fit 㗎啦。咁配翻周仲樂咧，咁好大機會都想為佢呢隻馬交出一場頭馬咯。咁都搏㗎咯。咁其次就呢個7號咧，就應該好大司機課習咧，質素好高啦。所以變成大熱門啦。呢隻都係去馬嘅。另外就有隻8號啦，日出東方啦，都係高質素嘅。上次咧初出都係跑第二。咁依場推介就7、8、12。買 Q 同埋PayQ 啦。12號咧，應該 P 市咧應該會有嘅，穩 Pay 嘅。大家參詳下啦。跟住就第三場跑4班1200米嘅。本身咧中意咧就3雄魅力寶區。點解中意呢隻馬咧？因為佢就係雖然比較老啲啦，成6記得應該係六歲到啦，但係咧佢評分咧由70幾分落到而家50幾分咧，我覺得評分比較有利啦。我覺得應該會反彈咯。係啊，放得蔡律漢嘅，佢唔保俾蔡律漢就踢走嘅，應該就會
會有長頭馬啦，咁啊評分大利啦。咁其次就係上次我都有買過嘅11號起舞飛飛，起舞飛飛上次咧跑過緊頸四咧，就係因為有啲意外，咁啊導致咧何澤堯哨牙仔咧好錫身咧，冇拉屎嗰段咧冇同第三嗰隻鬥咧，所以又輸咗輸咗個 pace。其實應該有 pace 嘅，佢其實努力啲應該有 pace 嘅，但係咧11號今日咧就大熱門，就好似熱得滯。咁我又推介今場推介就係3號、11號，買埋12號嗰12號。邦交帕就配巴到咧，咁嗰個上名率都幾高嘅，咁呢隻馬都有啲質素嘅，咁建議大家就買3、11、12Q 同埋 PQ 啊。跟住就第六場跑呢個4班1200米，我比較中意就依場就比較中意就係1號嘅8000好運，咁呢隻馬都係賽項啦，配合今日攻勢咧，咁應該都會去馬噶啦。咁其次就推介就我上兩次買過嘅一隻叫龍至尊7號，龍至尊咧上次咧都有跑第5翻嚟咧就輸少少，輸3至4個馬位，咁跑第5啦，咁都走勢好咗啦，可以留意咯。咁其次就係10號啦。上次我買過買 WinPay 就自己中咗，係咯，咁新勝啦，配翻阿田大康咯，咁都7檔咯，守好位，轉彎入直路衝一段咯，依3隻咯提供，咁依場買1710就買 Q 同埋 PQ 咯，跟住就第7場跑2班1800米，依場呢就高班賽事啦，咁睇個賠率就桃花開贏咗啦，就大熱門啦，我就唔會揀噶啦。咁我比較諗翻起一場Key Racing 嘅賽事咯，就係我揀隻8號咯，型號威風啦，因為型號威風就最記得嗰場就好深刻，就同天象鄰區咧鬥過你死我活，就輸 short head 嗰場咯，呢場就快時間 Key Racing 咯，我揀翻佢咯會。而家都有成6倍，其次就10號啦，火焰閃爍，睇啲報道話要爭取呢個跑打比爭分跑打比，所以應該都會搏嘅，搏埋呢鋪咯。再揀多隻啦，美麗係一起美麗咯，美麗係賽項配陽明麟咧都係古惑㗎啦，咁有10幾倍咧。咁應該都會搏命咯。美麗係嗰啲買冷好過買熱啊嘛。依場就890咯，買條蛇。買890 Q 同埋 PQ 啦。最後咧提供一場就11場咧。跑3班1400米嘅，為咗可能大家追數啦，提供一場追數啦，我就提供呢場就11場7號咧，哈羅威。如果你哋大家到冇晒錢啊，跟住想追數咧，我會考慮選擇呢隻咯，7號嘅哈羅威咯。
呢場都好啲對手都好強啦，有隻綠野飛馳就好強對手啦，呢隻就估計都贏唔到佢啦。買哈羅威個原因就係佢四平八正咯，咁啊每次都係佢跑3344，咁啊搏佢跑 pace 咯，咁估計都穩陣嘅，配翻周俊樂。咁啊，佢做嘅時間都唔錯嘅，喺依班水平。咁啊，負翻輕磅啦。咁啊，佢上幾次都負重磅跑，咁而家負翻121磅跑，咁又都值得大家留意咯。淨係玩 pace 算啦，應該贏唔到啊！而家 pace 有30幾倍。愛嚟做翻身之用咯。咁以上就係我心水提供啦。咁啊，我重複一次啦，頭場就要呢、個7號、8號同埋12號。咁啊，第三場就我會揀就3號、11號、12號。咁第六場1號、7號、10號，跟住就第七場就係一條蛇啦，8、9、10，最後尾就翻身之一，就係揀11場嘅7號希士。以上就係我個心水提供啦，鍾意就可以參考下啦，唔鍾意就可以反我啦。咁如果我講個心水可以啟發到你嘅思維，揀到你心目中所想嘅頭馬，咁我希望你比較鼓勵咯，比較鼓勵我高抬貴手就俾個 like，俾個讚咯。咁啊，分享晒俾其他馬友啦。咁如果能夠帶起到你贏錢咧，咁啊可能就可以嘅話就請我飲杯咖啡咯。咁上邊有個 QR code，咁啊可以就打上俾我啦。咁啊，我最後就俾個電話俾大家，最後就俾一個電話大家啦，就係1834-633戒賭熱線。咁如果遇到有咩賭到失去理智咁啊，尋求協助就打呢個電話咯。咁就24小時接聽嘅。咁就今日就分享到依度啦。咁祝各位有緣人Win Q 齊中啦，贏多啲，係啦，下次再見啦，拜拜。